嚟體壇新星會，松哥啊嗱，咁體壇新星會咧就唔一定咧係年青運動員或者係好 green 嘅運動員啦。今日咧我哋會開心啦，邀請到咧就係嚟自中國香港先進田徑隊嘅運動員陳偉強。Hello， 阿強。係，你好，強好。啊，知道咧你啱啱咧就參加完呢一個嘅世界壯年運動會咧，亦都好好成績，攞咗3面嘅銀牌。不如同觀眾講下你係攞咗乜嘢項目嘅3面銀牌？其實我今次嘅運動會咧就參加咗3個項目。咁係田徑嘅3000米障礙賽啦，咁跟住就係10項全能，同埋一個就係4x400米嘅接力咯。呢3個項目都係銀牌嚟嘅。啊，咁非常好成績㗎喎。咁你為咗呢一場嘅賽事咧，你之前咧同啲隊友咧有啲咩準備功夫啊？其實我自己嚟講啦，都準備咗2-3年，即係2-3年前咧已經。就係為咗呢個比賽。係啊，聽過呢個咁嘅壯年運動會。咁我覺得，咦，都好有興趣想試下喎。即係今次係你首次參加壯年運動會係咪？如果呢個比較國際性嘅賽事係第一次咯。係係。嗱，我見你玩嘅項目都好多啦，即係你係有玩3000米障礙賽啦，10項全能裏邊已經有好多嘅細項目啦，再加埋4x400米啦。咁其實點解你咁中意田徑？係咪以前已經有玩開田徑嘅咧？其實咧咁樣嘅，即係我後生嘅時候咧，咁參加過田徑嘅隊嘅都係愉園田徑會嗰陣時。咁我嘅主項當其時嘅主項就係400米啦，同埋擲標槍嘅。係啊，咁所以就係會有咁嘅底子喺度咯。係，即係我嗰陣時就好熱愛呢個田徑運動項目。係啊，嗰陣時覺得好好玩啊，即係好有趣啊，即係。咁點解後期又唔繼續延續落去咧？其實我哋好似好多點講啊，年輕嘅運動員一樣。咁你去到20零歲嘅時候，咁你都要去諗要就業啊，要揾食啊。咁始終都係一個業餘嘅運動員。係啊，冇錯啊。始終終你興趣唔可以當飯食㗎嘛。咁到你返工嘅時候，咁你就要有少少取捨啦，因為未必係能夠有時間去進行訓練啊。或者各方面，所以就係一路都係停咗啦，就冇玩到啊！一路都係為咗返工嘅原因。明白。咁啊，但係因為咩嘢嘅機緣巧合，你又會接觸返呢個田徑運動項目？其實又好偶然嘅，即係早幾年之前咧，咁喺屋企去到整理嗰啲舊物嘅時候咧，咁就揾返一件後生嘅時代，咁就係愉園田徑會嗰件背心喎。咁我覺得，咦？我後生嘅時候都係一個田徑運動員嚟嘅喎，咁究竟而家去到40幾歲，咁有冇能力去到玩返田徑咧？仲有冇咁嘅競爭力同年齡層嘅人去到比賽或者競爭咧？咁所以就一路去到揾下有冇啲可能係中年人士嘅田徑班啊，或者田徑隊可以加入返，發覺原來市面上原來全部都係兒童嘅，全部都係學生嘅訓練班。咁好偶然上網揾到南華田徑嘅先進隊喎，即係非常之傳統嘅一個體育會。係啊，咁樣跟住我就去到接觸啦，咁跟住之後就加入咗佢哋嘅田徑隊啦。跟住一路開始有啲好正規嘅訓練。咁佢一路玩翻田徑啦，係情況就係咁樣。即係嗰團火就即刻嚟翻晒啦，係啊！就係因為咧喺屋企執舊物嘅時候見到件愉園嘅田徑背心，哇！我令我諗起咧，其實我哋咧都會好中意咧儲起以前嘅隊衫啦，或者代表嘅衫啦。咁我想知阿強，即係你即係去玩翻田徑嘅時候，因為我見你玩嘅項目好多啦。咁其實你一個禮拜要花幾多時間去練習咧？有咁多項目？其實都冇定㗎，都係，即係如果我因為始終又要照顧家庭啦，又要屋企咁，譬如休班嘅時候咧，我可能有時係樓下跑下步啊，或者我因為工作嘅緣故咧，咁我嘅職業咧需要每年去到考核我哋嘅體能啊，又要考核嗰個跑步啦，又要考嗰個叫做手力測試啦，即係可能係引體上升啊。雙槓屈臂伸之類嗰啲，咁我哋咪要長期去到練體能咯。係啊，即係所以我哋個叫做體能係比較有個底子喺度嘅。咁所以我出翻嚟玩田徑嘅時候咧，我都係
集中去到揾翻耐力為主嘅項目啊。哦，係明白。咁，所以我就去嘗試下比較有趣嘅項目啦。我自己就係認為3000米障礙3000賽啦。米障礙賽，我覺得好得意喎，因為以前後生嘅時候未參加過嘅，又要去到跨好多嘅跨欄啦，跟住甚至乎有一個有水池啦。嗰個最有趣嘅，一跨完落去成身濕晒咁樣，係好有趣。所以專登去到玩呢啲比較耐力嘅項目，咁甚至乎10項全能我都覺得非常有趣，同埋好有挑戰性。咁佢包含咗跑步啦、跳啦、擲啦。咁其實每一個項目佢嘅要求同埋技術都完全唔同㗎喎。你直接好似話跑咁樣，你都要短跑啦。長跑啦，又係兩道氣又係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好有挑戰性，所以好中意玩10項全能。即係你都係重新再學習晒所有啲運動項目。係啊，即係由零開始可以話係啊，因為其實20幾年冇玩過咧，遺忘㗎啦，啲技術以前都遺忘晒㗎。咁嗰時你喺愉園嘅田徑會裏邊咧，你係主要係玩咩項目為主？400米同埋標槍啊，嗰陣時。哇！咁即係同而家真係好唔同喎。都有啲一樣類似嘅，其中10項裏邊有一項係標槍咯。兩項400同埋標槍都有嘅。係啊，所以都係有啲幫助，因為以前嘅底子嚟到係。係咪因為同你嘅做救護嘅工作有啲關係咧？因為你要保持每一年嘅體能咧，所以你開始接觸翻呢一啲嘅田徑運動項目嘅時候咧，相對比較容易一啲啊。因為你係起碼冇脫離到個體能先啦。即係嗰個係有優勢嘅，絕對。因為我一路係 keep 住體能啊嘛。咁我哋反正每年都要去到考核嗰個體能測試，咁我盡量去到即係保持自己嘅體能比較高嘅水平啦。咁都係一個對自己嘅要求啊。所以我如果再玩翻田徑咧，其實我就容易上手嘅，相對係。喂，我睇翻你嗰啲成績咧，喂，你跑400米都好快喎。其實我呢幾年咧，即係每年大概進步1秒到。哇！其實我覺得難嘅，容易啊，係容易，絕對難嘅。即係其實希望去到下年可以再去到53，我自己嘅目標嚟嘅呢個係。今年見到54啊，今年都好開心嘅，係。因為53係你以前年輕嘅時候跑嘅一個最好嘅時間。係啊，但係我年輕嘅時候跑53，其實咧呢個水準喺年輕運動員係好一般嘅啫，即係咁樣嘅情況咯。係啊，反而我哋啲隊友都有一個講法，就係你去到先進運動員嘅時候，就唔係你再去創造你嘅高峰，或者點樣去到創造PB 嘅時候，而係到你嘅身體健康，唔好受傷，唔好有病痛，咁你一路 keep 得越來越好。咁你變咗冇其他人下降得咁快，咁你就叻過其他人㗎。呢個好有趣啊！我覺得呢個概念，因為即係可能以前年輕運動員就即係要 PB 啦，要突破自己啦，要挑戰極限啦。但係可能到先進咗嘅運動員比賽咧，係講緊鬥一個平穩嘅狀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喺同年齡嚟講咧個狀態跌得再慢啲，係維持到好嘅狀態喺度。但其實今次係啊，呢個即係老人家即係要有份量講啊，千祈唔好俾自己受傷。好緊要㗎！一受咗傷咧，你想玩翻都難。係，因為其實我諗即係受傷啦，或者傷患咧，真係運動員即係最大嘅敵人啦。我相信好多即係運動員都曾經試過受傷，影響咗個訓練同埋練習㗎。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繼續翻到嚟港台體壇123，啱啱咧就同阿強哥咧就傾到喺呢一個世界嘅壯年運動會比賽啦，咁你參加咗3000障礙賽啦、10項全能啦，仲有一個4×400米。咁其實每一個項目咧都好唔同啦。有冇話邊一個項目你覺得係挑戰係最大嘅咧？亦都係好難先至攞到獎牌。其實一定係10項全能啊。因為點解咧？10項全能裏邊咧，佢有10個項目裏邊，咁可能有啲人嗰個速度會好啲啦，100米就可能會跑得會優勝啲啊。咁有啲人擲項係好啲嘅喎，即係可能身形比較健碩啲嗰啲，佢擲嗰陣時咧係好犀利嘅。但係去到跑嘅時候咧，因為佢可能負重緊要，又跑又會慢少少。
咁我自己嘅強項就係耐力啦。係。咁1500同埋400我就比較有信心啲嘅。哦，係，即係跑嗰方面。係啊，但係跑嗰方面會好啲，但係跳同埋擲咧，我又弱少少嘅係。係咁樣咯。咁你同攞冠軍嗰個分數爭得遠唔遠啊？爭300零分，因為最主要我係跳項嗰啲，我輸得比佢比較多啲，所以我就係輸咗就變咗銀牌咁樣。咁啊一路大家喺對賽嘅時候咧，嗰個過程係會唔會好激烈啊？其實啊，又好得意嘅喎，定係好開心咧？大家係好好玩嘅，玩10項嗰陣時咧，同你玩一項比賽咧，個氣氛係舒服好多㗎。因為點解咧？你玩一項咧，你去比賽嘅時候，好似跑100米咁樣，你好緊張啊！跑輸0.01秒，你輸㗎啦嗰場就冇仇報，冇仇報㗎。但係你玩10項全能嘅時候咧，你跑輸佢0.01秒，可能唔緊要啊，可能都係輸緊2分3分，可能都係咁上下，都唔使氣餒。咁跟住你咪再集中精神玩下一項咯。咁跟住或者可以追得翻啊咁樣。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咁你玩10項全能咧，好容易識到朋友嘅。因為點解？因為咧其他項目咧跑完衝完線就完啦。但係因為你10項全能咧，佢哋會其實成班運動員 group 埋一齊，跟住玩完呢一項咧，就全部孭晒自己袋，又轉去第二個位玩第2項咁樣噶嘛。係啊，咁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喎，因為我哋玩10項全能咧。咁佢係正規嘅即係正規啲嘅比賽咧，佢會有一個俾我哋全能運動員嘅休息室啊。咁我哋每完咗一項咧，我哋又返休息室休息之餘，就大家交流啊。即係我哋會大家傾下頭先嗰項玩成點樣啊？咁個感覺有少少似同朋友交流，唔似比賽嗰種嘅。因為如果你似比賽嗰種咧，大家好緊張，唔會大家點樣傾偈。但係10項全能嘅時候咧。我哋傾下偈啦。喂，頭先嗰項點樣應該大家會好少少啊？譬如頭先嗰下你擲嗰下應該點樣會出手會快啲啊？或者又會比較好啲。咁大家又可能傾下呢啲，又可能影下相啦，又甚至乎對方嘅親友喺觀眾席度影咗相或者拍咗片，我哋互相傳翻俾對方睇翻頭先嗰場跑成點啊，或者個表現點樣咯，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啊！個感覺好開心喎，即係我覺得大家係好多交流、好多互動啦，就唔係話即係個競爭性個即係理解啊！呢啲就係世界壯年運動會嘅特別嘅之處。好開心㗎，我相信咧呢啲畫面咧就唔會喺奧運會裏邊咧發生嘅嚇，因為大家咧就背負住即係自己嗰個壓力包袱啊，即係要攞獎牌嗰個希望咧係嘛？咁啊變咗今次咧就喺個過程裏邊，你都真係識到好多朋友。係啊，好開心，同埋都非常享受個過程。係啊，好正，好 enjoy 佢。嗱，咁玩3000障礙賽咧，你就話覺得好有挑戰性啦。咁跑落嘅時候，你自己有冇啲咩難忘嘅事可以同你分享咧？其實今次我嘅比賽咧係出發前咧就啱啱病咗。哦，係。咁咩事？即係唔係重感冒傷風感冒？即係啲少少病啫。其實咧我20號出發啦。係。咁我18號嗰日突然間發燒，周身冇力，咁跟住咧塊面咧腫晒喺度，成塊面腫晒，咁啊去急症室睇醫生咯。咁跟住之後其實都揾唔到咩原因，但係醫生話係細菌感染咁樣。咁去到醫院就攞咗啲藥啊，咁打咗啲針啊咁樣。咁醫生話叫我睇情況啦。會唔會影響到個狀態咧？會唔會都有啲攰咧？其實十分影響啊。因為我當其時咧最壞嘅打算咧，其實都唔去參賽㗎。哦，明白，直頭唔出發啦。係啊，因為18號開始發病啦，19號仲係發緊燒。係。咁好彩，跟住20號嗰朝退到燒。係。咁退到燒，我決定都唔緊要啦。係雖然狀態唔係咁好㗎啦，其實都照出發啦，或者飛咗過去嗰邊參與先，最主要係參與啫。係參與下，我可能感受下換另一個角度去到參與啦，或者做觀眾啦，或者去做啲隊友嘅後勤啦，幫手即係幫下手啊，或者影下相之類。咁起碼都參與下，感受下個氣氛咁樣咯。係啊。咁但係落到運動場嗰下，咁啊盡力而為咯，覺得係啊，即係。一跑起個3000障，其實
其實都冇乜力嘅，我覺得都係，即係相對我過去嗰幾場之中，呢場係一來係跑得辛苦啦，二來就跑唔到自己以往嗰個水平啦。不過但係都冇所謂嘅，我能夠參與落到場去到跑咧，其實我就好開心㗎。即係我覺得冇嘢遺憾㗎啦，可以落到場。呢一個3000米障礙賽係你參加呢一次嘅運動會裏邊第一場賽事。係啊，第一場賽事係啊，即係第一場賽事就係22號。咁哇，即係其實隔咗2日。其實都好攰啊，因為佢參加完呢場仲有10項咧。係啊，跟住之後嗰日就10項啦，23、24你已經嚟10項啦。10項全能係分2日㗎嘛，咁佢每日係有5項咁樣嘅，係啊，每日。咁你覺得你自己喺22、23號嗰個體能恢復翻未咧？其實未㗎，冇乜力㗎，同埋覺得發完燒之後咧，啲肌肉嗰啲係削咗㗎，即係好似軟奶奶咁樣，手軟腳軟，係啊，冇力㗎，係啊。哇！咁你都好犀利喎，係咯，好犀利。如果你其實都係靠意志。今次冇病，可能攞金牌㗎喎。咁都唔得嘅，都唔得。係高手啊，不過唔緊要，最緊要參與啦。係好開心啊！有得參與。咁同埋咧我想講下就係本來咧400嗰個接力咧4×4接力咧。我係唔係喺嗰個正選名單裏邊，原因佢哋知道我係玩10項啊嘛，咁都驚你好攰，打擾咗我嗰個進度。咁佢4×400米嗰個比賽時間咧，就係我哋10項嘅第2日嘅中間時間。係，嗰中間抽啲時間去跑4×4。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咧第1日嘅時候咧，咁佢哋隊友們咧就話：喂，唔掂喎，有隻有一棒咧。拉傷咗喎，有個隊員受傷，唔掂啊！因為一定係要揾我幫手㗎。如果唔係咧，就出唔到賽添。咁我當其時就衡量過，我10項嗰個進度咧，應該都係一路可以 keep 到個第3嘅。最少 keep 到個第3，即係我應該係可以第4嗰個應該追唔到上嚟嘅，咁所以我就衡量過應該 OK 都可以跑到放心一試係咪啊？咦，咁其實喺4×400個接力過程裏邊咧，個競爭激唔激烈咧？同其他對手都激烈㗎，因為咧第1名嗰個咧係泰國隊嘅，咁我哋以往都對過好多次㗎啦，係即係上年嘅香港先進賽，佢哋都有嚟到香港嚟到比賽嘅，佢哋都係好犀利嘅，都係攞第1名，係佢哋都係第1名嘅，所以我哋大熱嚟嘅，係啊，都不過見翻好似舊朋友咁，又係你哋啊，咁係咁樣咯，係，所以我覺得係 OK 嘅。咁嗰次4×400米，你哋即係大家隊友與隊友之間嗰個發揮同埋個默契都唔錯係嘛？都唔錯㗎，因為我哋平時都夾開嘅都係同一個跑會。咁佢哋有安排你跑第幾棒咧？即係叫你幫手過嚟。係啊，我當時係跑第2棒。第2棒，其實第2棒係比較長嘅喎，因為要 cut 線。係啊，冇錯。係啊，第2棒係比較長，揾你跑都比較長。因為我自己嘅主項，所以我都OK 冇問題。咁你完成咗呢個接力之後，跟住馬上去參加個餘下10項嗰個其他賽事。跟住完成咗呢個，跟住就去標槍啦，又。咁你覺得咧攞咗個4×400嘅銀牌咧，會唔會增加你後邊嗰個嘅信心，或者嗰團火就仲燃燒得仲更加犀利咧？還是喺個體能已經用到7、7、8、8啦？其實都係好平穩嘅心情。呢個都好平常心咁樣。係啊，冇錯，因為已經玩到覺得好 enjoy 嘅。享受個比賽。比賽完嗰邊，又去翻呢邊，繼續一路玩落去，係啊。成件事好開心，我覺得你好似係。係啊，識咗好多朋友啦，跟住又學到好多嘢。因為唔同嘅地區嘅朋友嚟到去到比賽嘅時候，我哋互相交流啲技術啊，睇下點樣可以大家一齊去到改善咁樣咯。好似今日你都帶咗啲吉祥物啊，不如同啲觀眾咧分享下好嘛？好啊，呢個咧就係我哋喺嗰個世界壯年運動會嗰個獎牌啦，呢個銀牌。咁呢個咧就係佢今次大會嘅叫做吉祥物啦。咁佢叫做壯寶。咁當其時咧，我哋上頒獎台嘅時候咧，除咗我哋
每人一個獎牌之外啦，咁佢就會送一隻公仔俾我哋咁樣。係啊，我屋企啲小朋友好中意嘅，係啊。佢好可愛係呢個藏寶其實實係咩公仔？好似個雲咁，我見佢。我都唔係好清楚，好似精靈咁樣啦，即係啲吉祥物係好可愛。咁你哋完晒比賽之後咧，即係因為今次我知道即係香港隊亦都派咗中國香港隊亦都派咗好多嘅先進運動員去比賽啦，亦都成績好好啦。有冇話點樣慶祝咧？你哋其實都冇特別話點樣慶祝嘅，因為大家嗰個航班時間都唔同嘅，係啊，所以我哋都係各自即係同邊班運動員喺運動場見到面，盡量合照咯。即係大家因為始終比賽時間唔同啊嘛，係啊，我哋盡量合照咯。係啊，好似話即係之前咧亦都係有一啲講座或者一啲訓練咧，係啲相片可以同大家分享下，而帶到有一啲啟示喎。咁你可以同啲觀眾可以分享下。即係阿蘇炳。哦，係啊，蘇炳添嗰度中國飛人啦，我哋嘅。咁其實係佢有一次咧就嚟咗我哋部門嗰個消防學校啊，咁佢嚟我哋嗰邊交流啊，咁佢講翻佢自己嗰個故事，其實都好勵志㗎。因為佢唔係話一開始好年輕嘅時候成功嘅，佢都算係大器晚成嘅。冇錯，佢係30幾歲先係可以創到高峰。即係其實對於我哋嘅叫做先進運動員都有啲啟發。咁我哋40幾歲其實都唔係爭好多嘅都，即係話好鼓舞啊嚇！好鼓舞啊！即係，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參與翻田徑運動，咁創高峰雖然唔一定好似蘇炳添嗰啲咁犀利啦，奧運咁可以跑到入決賽。個水平係啊，冇錯。但係我哋都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咯。係啊。咁呢一個壯年運動會同埋蘇炳今次嘅分享咧，即係對於你呢個年紀嚟講係有啲咩鼓舞嘅作用，或者有啲乜嘢你自己嘅啟發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其實即係佢能夠做到嘅。我哋其實都應該都可以做到，因為佢點解能夠成功係靠訓練為主啦。即係好多人唔係話天生就係跑得快，或者一定係樣樣都做得好，而係經過不斷嘅訓練，經驗不斷咁累積，一路去到嘗試啊，或者經過好多嘅失敗，咁先能夠成功咯。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可以即係向住呢個方面去出發，失敗乃成功之母。咁你參加咗今次呢個嘅世界壯年運動會咧，你翻唔到轉頭㗎啦喎，同埋你將來嗰個目標係咪都會繼續 keep 住玩？嚟緊有啲咩目標咧？係啊，其實我哋去到做先進運動員嘅時候咧嘅目標咧，唔係話想攞幾多個獎牌，或者再點樣去創高峰，反而身體健康，我覺得係最緊要。即係我覺得而家做運動多咗咧，身體健康係講緊第一。第二，我因為而家個運動量好大嘅，咁所以咧我唔使戒口嘅食嘢，我食乜嘢都唔諗㗎。係啊，因為我食條件係啊，食完即係消耗到，所以我覺得係我其中一個嘅得着啦。同埋咧，我哋做先進運動員咧，其實咧都好想推廣多啲人一齊去參與呢件事。咁越多人去到參與嘅時候，咁競爭係一個好良性嘅競爭環境裏邊咧，一定係會推動到個水平一路去到上升。咁我哋一齊去到省領呢個中國香港嘅招牌，去到面向世界一齊去到比賽咁樣，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事啦。你而家咧有冇感染到可能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咧都跟住一齊做多咗運動咁樣咧？其實朋友嗰啲都有㗎，即係有時我去跑步嘅時候，我都叫埋我啲朋友一齊去，我話嚟啦，一齊跑啦。其實我話你哋都得㗎，即係30幾歲以上，你肯去練習，肯去做運動，你企喺運動場去到比賽，你已經贏咗大部分人㗎。好多人連落運動場嘅動力都冇，即係可能城市人可能話我好攰啊，今日唔好啦，或者跟住第二日又話咦天陰陰喎，會落雨喎，唔好啦，又揾個第二日先咯，即係會好多理由、好多藉口唔做運動。但係其實你想做運動只係一個理由，就係換咗
件衫，換咗條褲，換咗對鞋，落街跑步都係做運動嚟㗎嘛。我都好認同啊！真係，係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咧就會好多藉口俾自己啦。係可能天氣唔好啦，係今日攰啦，唔夠瞓啦，就唔做運動。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好想做運動嘅話，其實真係任何時候係你換對跑鞋就可以落街跑步啦。係咁希望咧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咧都可以好似強哥咁樣做多啲運動啦。今日好多謝強哥上嚟接受我哋訪問，thank you。多謝晒強哥，多謝晒你哋係多謝。